位听众啊，欢迎路人到底来边来福建的节目。我人这个礼拜，这个礼拜的话题是电器了，我人听到真济啊，我人的边来福建的老鸟到底起来甲人啊拍壳。这个礼拜咧，特别嘉宾就是阿龍，我人嘅博士先生噶，點解我只博士先生都係叫？啊是後啲啊，是盧啊，博士先生是盧係阿龍。博士先生是我後啲。是嗰隻變靚見咩？我知啊，博士先生是盧啦，阿龍咪記。แล้ว嗰隻變靚叫啊？咱古早有一個論壇嘛，咱係 forum 內底有一個變靚叫正高嘅嘛。哈哈，特別正幾年啊，頭我捌伊，我古早有佢，唔加起嚟講㗎嘛。嚇，我計佢白寫個電片就這，叫咩？伊就是裝嘢。哦，是裝嘢。OK，แล้วก็ว่าลัง即伊嘛對哪一名嘢曉咯，曉咯，歡迎。你嘛對哪咁講？我想你嘛對哪咁講？曉咯啊，你名先係是一世人歹戲啊就，你無差不多等就大漢本好啦，不到啦，老誒，有見有順嘅嗬，本時候你嘛咩？你嘛對哪未講話啊，不到掉啊。出名咯，出名曉咯。แล้วก็ว่าลังตอนที่美國大背包歡迎。大家好。大家好，你會幫曬未啊？未啊？禮拜啊。แล้วก็ว่าลัง第一好第小第老第少日本老姨。大家好，嗰個話你有隻鬼啊！係啦，我差唔多未講嗰度話，明年對羅清康，咪羅清是咩啊？羅清11年啊，咪啊，羅清1年，我未對別人嘅，特別唔知幾句。咩句？我唔知喎。唔知句啊？我會講，我嘛是叫我對句先正，我嘛叫我對句先正咯。是啦，先正。我先正對咪？係咪去幫嘢嚟廣告？冇累。就是會 sponsor 啊嚇，係咪普及 sponsor 啊？係啦，阿咪人被捆一時去掟廣告，上嘅講勁嘅咧，喺那個去捆，報平安捆一。對，但你那是阿未聽，俾你學嘅是但知道聽了個但知道，那是個有我人嘅老鳥，同我都聽到聲聽到聲嘅，微微娃娃歡迎。Hello， 大家好。微微娃娃就係得啊！伊當今啊是到啲外口用 iPhone 講喎，嗰個係平了。阿龍都聽到啲 iPhone 你馬來西亞 3G 呢好啊？唔知喎，OK 嘛？個平喎，梗好用你講伊電話。iPhone 就 OK 嘛？iPhone 你用先啊是，你是 3GS 啊？3GS 呢？我不是 3GS。哇！隔了 iPhone 嘅人啫。好啦，這邊隔了 iPhone 隔了哦。OK，咱我哋上面係使講咯，咱講電器嘛，這禮拜。電器啦。對，咱這禮拜話題是電器。喲，還沒來。咱是講，還沒來人大聲。我唔會講幾個數幾就來啊。哦，你聽得估？你係 OK，咱講電器，咱講阿咪阿龍都講未？阿龍冇阿咪對吧？冇，怎麼無聲氣就攏甲咱電氣就，我心裡面想，咱唔是講電氣咩？咱是講電氣咩？是電氣，是電氣，是電氣。OK，咱大漢人嘅一間第一線吧，你個最近吧，個買一線嘅直接電氣嘅是一最呢？微微娃娃。嚇！講者。哎呦，我甲你講啊！見仔又估了，甲你講。你見啊就估啊，你幾時見起？我甲你講一項物件，我甲你講一項物件，我一個超款的時候，我看到人家咧嗬，我有睇你心上愛嘅。哦，你目睭正啊！你目睭正啊！一講啊！真嚟。你只按看到一個見啊！
不就啊，我硬看到啦，人用啊，講講不就不就硬硬啊目睭硬掉不，就硬你看到人有咧可能未熟嘛。暈到掉。你直接看到直接，嚇，你看到直接用咧嘅時候佢，你看下我嘅 friend 啊，你一坐到咱哋食物件就好啦，一直就嘅 iPhone 入邊掟，看個成間真好折頭咗。嚇，แล้ว啊แล้ว就坐條邊定看到一掟啦，是唔是未熟啊？你講，哇！我你就是漢堡當機啦，你。แล้ว我看到你看得好未熟，我去買一粒喎。แล้ว嚇誒 Vivi 啊 Vivi iPhone 係 jam 嘅嗬，我不到 jam 嘅咋 jam 一撕啊被冚啊被開撕掉你 Apple 係抹個邊嘅啊，咋。對，哈，你 Apple 係擘到邊哦，白蘋果係嘛？แล้วคือปุยangกับเบียร์อินดีเอ็นดูใจวันจะไกลกว่าตัวว่าต้องกินไฮเทคอะเต็นขี่ก็แล้วก็ยัง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ช่วยยูทูบอะขาเป็นขี่เราจะไอโฟนแพงแล้วสุดท้ายเนี่ย ไอโฟนนี่มันจะกี่เท่าอัน แล้ว人家都是訂掉一啲 sleep wake button กับ一 home button 就係訂掉去 restart。อ่ะก็เบียร์แต่ว่าติดแต่ติดจีพอโน้ตจำจริงก็แกติดแต่อีสลิปแบบบัตเติ้ลเบย์คุยเลยเบย์คุยแล้วก็ว่าคุย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อะว่าคือยูทูบอุ้ยว่าผ่านแล้วไอโฟน frozen นี่แต่ชุดไร 哇，你搞啊，日本老姨。基本上一 block 咧 after 咧一邊做計搞呢。日本老姨，你接落來乜事你厲害啊？電器物件，是啦，是個哦啦，出味啦，趣味啦，就是哇講哇哇！趣味你計學到，有人驚誒。啊，suka 啦，suka 啊，家己 suka 啲物件，你知啊？嗯。แล้วก็ละ iPhone 好聊啊，要啲 app 啊，看 Ustream view 啊好聊嗬，哈，冇叻經驗 video 咁樣冇叻就冇得頂啊，佢哋好。哦。我佢我當時一半ตัว佢 computer 啊，我多對面睇佢話用 iPhone 嚟掛攞嚟 live 咁嘢啊，掛到隻哦。熟咯佢哋。誒特別係咯，我未見過我扮我面出來嗬，死啊啦，我唔知 cap 死啊！這裡跟 network 有關係啦，你在日本嘛，你來中國看，你會看 Ustream 喎。唔是嚟是未看，是未知。都是別使。哦，鹿港未知。啊，對啦，當個阿咪咪講未知。open。阿龍激氣，阿龍激氣咯掉。喲，我乜都中國咯呢？中國未看 YouTube 嘅咩？中國未看 YouTube 嘅啊？YouTube 因為我家己嘅土豆。哦，掉土豆，哈，我誒了 ，OK，咱個電器啊，咱個日本講起，我記定到我去到啲我去日本佚佗時候，我看到只啦是人搬出下咩事，電器是放到啲嘅路邊嘅喎，洗衫機啊、蒸肚啊，你可能放掉咱無夾哦，嚇，是有你講話。為人飛我人有咱馬來西亞只事件唔係物件是叫嚟落掉。我人日本那樣半大機嚟落啊，實個物件派那樣買少啲 ，because 少啲你個貴你去買新嘅啊。所以我人當時個去嘅路邊邊啊，有人做咩橋啲物件啊，你在你物件叫邊去幫咯。一隻嘅好攞，少好攞，你一橋啲啥 scrap 安尼款嘢啊。掉好鐳哦，掉好鐳好樣橋嘅。有咧條鐳，伊當時伊講下，你電視機阿米尼個阿米尼嘅，แล้ว嗱講你電視就貴啊。一叫都包20塊就咪樣咯。哦。那個影啦，唔是嗰個電器呢？生都頂到呢，哦，阿咪咁嚟曬，包了。因為是阿咪是，我係頂到我係表哥到啲日本去讀出嚟，講因為是學生嘅，甚至係學生嘅，特別是去當嘅咯。因為當嘅是看到有呢個用嘅，對厝嘅嚟用，特別因為請人搬厝嘅，因為請人嘅嚟工資真係貴，所以今日俾佢入先。貴。係啦。你 because 伊賣物件板子買物件，你更加貴物件，佢都better買新嘅個型，你今日你車水那個貴迄個物件了。係咯，是阿龍。但係就日本佬伊講板子，我個聽到一個 variation 咯，板子，有人講冇板子。我聽過板子，特別我唔知板子係咩啦，我今日講板子嘅。係啦，冇啦 ，I think 是 variation 啊，就有人 pronounce things。有可能啦，我去研究啫，啊，試下起來啊，板子，我記得我聽人講板子本啫。啊。
誒咧，到 another thing 嚇，我講啊，我唔知別個 country 有無啦。我真係無頭先嘅查某嚟嘅咋。我那時候做茶物件了啊，我係白記，我去上個我就食，我好正咧，我去個去坐到看電視看到白記嘅咋。所以我係厝嘅物件，我係厝物件個了啊，就有alarm嘅咋。我講啊，我係 microwave 啊，伊係講搞到聽，你識熱點聲了，伊好咧時伊就到彈 music 好聽嘅，叮叮當當當下面。哦咧啊，個 music 啊。伊 music 一彈大聲好聽，แล้ว那時候過了30 second 嚇，你都無來開嘅，伊直直叫你嗶嘣嗶嘣嗶嘣，伊直叫你 every 30 second 叫你按開嚇，แล้ว another one 嚇，我係成都東上，伊不開啊，我看無按啊，我成都度嚇，伊過了30 second 伊直乒乓乒乓，伊直直彈嚟講呢，彈個叫你冚嘢，嚇，我四十幾東上，แล้ว呢時伊直叫你，伊打到到了咧。對啦。啊！先生叫咩聲？嗶嗶嗶嗶啵！日本嘅電器嚇，會聲嚇，特別聲嚇，你又就係聲嘟嘟嘟嘟滴滴滴滴咧，出啊出聲啊，棒球是咩出聲咧？喂，咁樣我那時候我愛買物件，我咁樣都買有聲彈嘅，因為我冇頭時咧㗎。我冇行走了啊！我做白係咪叫我未見過我做面咧？我所以啲特別彈嚟叫啊！我梗係制嘅咋。對。咯，就是咁之類啦。咁嘅啲物件只好放啲無頭先嘅人啊。無頭先啊，喺環葫蘆，你 set alarm iPhone 咯。我特別只物件，我 set alarm iPhone，就我行走嘅時候，我就向我 iPhone 嚟 set alarm 咧，幾點就30 minutes，即係對啲就彈咯。跳落呢跳落 iPhone 嘅 alarm。Sorry 啊，我問過 iPhone 嘅 alarm 啊，未細聲咩？你開大聲時候，你 up to 你嘛？你 iPhone 嘅 alarm，你會自己做，你自己嘅 melody 嘛？你去換嘢 file，你就係做，我就做嘅自己嘅 ringing 多，自己嘅 melody。我是咩？我未有喎。點解嘅去 use iTunes 俾佢做去換嘢format 嘢都就彈嘢嘅咩嘅事。嗱叫你學日本人要假如咱這樣，แล้วก็我俾妹子咧，即係第見阿 P 第少年就是跳落嘛，跳落你用咁啲電器，用講下你電器嘅經驗。電器嗰就是無去 supermarket 買啊，because supermarket 嘅物件雖然是便宜啦，特別伊 quality 無外口嘅迄個電器店好。我是電器了，是較濟你對買電器是去電器店，按怎款嘅電器咧？豆啊，燒水壺啦，咱迄個煮咩燒水壺？煮啥物啊？鵝呀，燒水鵝啊！抓水啦，抓水壺啦，抓水鵝呀！你是叫鵝是壺？阿龍，抓水鵝啊！我唔是講抓水鵝，成個係做個水啊！我嘛是壺泡嘅壺啊！你是講地歌啫？地歌嚇，抓水歌，特別我諗叫抓水鵝喎，抓水鵝是特別抓水鵝唔是叫嚟煮抓滾水嘅，是叫嚟燒抓水嘅抓水鵝。唔是啦，你講嘅係你古仔個仔係你。flask 啊，佢就一定一直地播咧碗啊，塌掉喺對面。對，你拿什麼可以把什麼攬俾佢？你攞時叫做抓水鵝咯，阿乜都冇聽過阿龍抓水鵝。我唔聽過。寫起來 research 啊 ，please。寫掉了。抓水鵝，我是講抓水鵝咯，我係廚人啦。鵝應該是對嘅，因為迄個字應該是讀鵝嘅，鵝應該是對嘅，抓水鵝是對嘅。熱水。是啦，抓水鵝啦，那個抓水鵝嘛。抓水鵝對，嗱，日本佬伊講就對了，一地佬嘛。我媽不啦。抓水鵝，大媽亦叫我講，定住禮拜四佢有講皮關啊。皮關要搞個咩事？แล้วOKแล้ว就去講到講成抓水鵝，特別你講電鵝啦，伊是電嘅抓水鵝是成個差。電嘅嚇。你唔是有咧 heater 咧 heater 人長 A heater 叫咩？長 A heater 啊，人就係勁 heater 人是去買啊，去電器店買啊。我嘛講 heater 不了 water heater。
我的 heater 俾咗支旗啊，俾咗支旗，就最氣，就最氣，就最氣。啊，就支旗咪哦啊，啊，即做主氣你我就叫 heater。叮當喂，咁啊，當講起講起得啊，做主氣嗬，咱講到 heater 啊，叮當喂樓下嘅 heater 嗬，唔是用電嘅，用 gas 嘅，你知道？攞乜用過哦？啊我白，誒gas 巴魯嘛是 gas 巴魯到外國嘛是少用嘅。特別伊唔是特啲我諗做邊是大嘅，到啲樓下 basement 嚟啊，伊擺起佢勁厝啦。特別嗰個 still 用係你細細嚟，成一個 individual 咧咩？一人房間咧，跌誒會香港係安尼嘛？哦，我去香港係安尼喎。你是講係你限時煮嘅時候，你是講，嘅。就係下你限時煮嘅嘛，知唔知？你嚟你冇少煮嘅嘛？我厝用嘅是一種正大嘅桶啊，伊吊啲司令位誒天花板位嘅，大粒嘅桶嚟。就是講你長了嗬，你特別等半點鐘一點鐘去煮嘢啦，佢會使繼續用。這是用電嘅嘛，係用電嘅對，伊用電咧啲裏邊煮成嘅，伊隔咱古早啲邊咧用嘅無相，邊咧用嘅是種是很貴咧，油佢哋啊，伊很貴很少嘅。嚇，伊擺嘛，伊水先咧通過只隻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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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我去嘅嚇，誒伊 gas 個看到伊 gas 冧嘅灰咧，啲香伊咧。我講我聽我隻是咁樣嘅咧，特別我特別驚，我驚佢係爆炸。我同你講係咪就用電嘅啊？嗬，會索嘅啊 ，sometimes。喲，聽講有人裝液咧就索嘅，有嘅啊。啊，我同你講我我 parents 有一間啊，伊啲家伊個囝裝液條個師傅嗬，了興彩伊迄個水啊抓到家己那師傅嗬，咧索起來喎。哎呦！一 parents 啊，伊講實間裝就一攰嚟頭毛嗰啲騎起來去啊！哎呦！奇哩喲啊！哇，呢本嚟我冇聽過喎，嗰時用嘅時候好爆炸，咁咪爆炸。哎，你阿大媽嘅咧，啊你曉落到底講你厝 heater 咧，安怎describe 下你 heater 是電係咩？電了用電了，我最咱細漢時是，我有嘛過用迄個啥物啊，包車紙去包那邊啊。包車紙包到啲 heater 呀，冇係膽呀。一包車紙 plastic 嘅啊。嚇。咱伊就呀迄個黏紙去黏到伊表位咯，咱炸掉迄個，啊無呢，伊水轉到就索嘛。哦。哇！嗰啲可以請學生啦 ，means。對。誒，等陣知唔知喂，即係昂布尿尿加喂爸叫咩啊？你打你叫我爸？玉皇大帝。嚇！喂，叫我爸係咪？玉皇大帝咯，玉皇大帝咯，唔是咩？是咩？我未記啊。Anyway，讓我 parents 就邊嘅到啲喂 Kansas City。哦，啲啊，當機會啲啊。啊，當然冇到位處啊，冇到位處，到位高嘅處。啊，發生啊，嗱，冇嘅 online 嚟看嚇。八折嚇，八折。啊，一個咧，一個topic 波，你記咩？電器，定當講到啲 heater 咧，成時用 heater 裝喺厝，馬來西亞邊咧？啊，上個是有一個是電嘅啦，另外一個是一個只大嘅攞到嗰個水池頂面。哦，是個阿龍上咯，係咪？แล้ว另外一個是新嘅嗰種電嘅細細嘅度。你嘅手吐嘅呢，就撲得呢嚇，但對。我是哎呀，John 啊，John 啊，阿超講佢爸名翁地爸爸喎。翁地爸爸，對。哦，OK，我未記啊咯，我馬個出名。哇！你一人來啊！答滿來啊！你兩講電器啊，兩個講係咪電器個？當今電刀古你記得細細漢時第一世界電器係咩哦？然後兩個嚟講見下這個世界係咩物件？細漢時世界這套世界用嘅電器係咩物件咧？係咪咩使講電器就使講啊？阿龍，
我講成啊，我第一個 video 咯，哦，VCR video 啊，啊 VCR，係啦，佢當佢就係講，誒，係當時冇 VCD 冇 DVD 啊嘛，梗係有 video tape 呢嘛，係啦 video tape 咪是拄到暑假嘅節目咧，嗬，特別家己錄起來咯，係嘅，我嘅厝我爸房間顧一粒嘛，所以特愛錄當時特別啲嘢房間嘅搬咧，我一粒出來啦，一粒放啦，一粒落。答你啊！對，答咧佢偷下到對辦好事㗎啦，一算㗎了。哦，你冇跟你厝人講啦？冇咁講嘅。哦，就是講個 VCD，你我龍講個 VCD 哦，我熟㗎係咪？就下古嘅 VCD，一部 rewind 嘅叫，嗱個叫做俾隻 rewinder 對嚟 rewind 嘅叫。唔是 VCD，VHS，你VHS 係啲 VCD 嘅。video tape 嚟，哈哈，好啦，掉 rewinder，會，喂，你下古咧點寫 VHS 衰嘅事啊？咱對咱一咩啦？你都對 rewind 掉，係咪阿龍都唔知咩阿龍？我知，特別我年代冇喺呢物件了。哦，伊無差衰嘢啊！放喺 video 嘅咧，會使 rewind，I think 日本人老一路冇，我人嘅 rewind 冇是講我人講用 rewind 咧做派。rewind 股咧係派，rewind 股咧係派。แล้วก็日本人伊是咱就係咱特別另外一地啫，而你 rewind 得較快嘅，你用佢哋較慢嘅，你用伊機啦咪較慢。要當時佢 rewind 加對嘅。而家個特別 sometimes 看，用咩？你 sometimes 看嘛。我啷知唔知伊個 difference 啊，無相嘅咋？伊用是用嗰啲 rewind 咧，還是用即個伊個video tape，你叫咩啊 ？video player 入面用rewind 無相嘅。你若是講伊用嗰啲 rewinder 嘅嚇，你看伊碟頭是加真正暗嘅咋，所以伊無。伊一頭加咧白，咧 clear 位去嘅。但是講你迄個哈，你若是到底迄個伊加咧伊，怎講啊？伊靠劍掉一個碟面，還是攞嚟伊靠加咯？伊劍掉伊靠咧碟面大咧，那是用 reminder 咧，伊是起個只關嘅。咱那是用迄個平常，是個加淡薄，然後個彎淡薄，伊無加咁咧暗啊，伊碟。我就你講裏面就是講加八加零咯，加零嘅哈對。伊加真正暗嘅，那是用 rewinder。有時都是上晚，但係日本人伊講就掉落你去衰碟嚇，伊就是伊這邊寫掉講你 before 你興時啊，你特別 rewind 咋。แล้วยังไง碟嘅人都夠講啊，人都聽，伊講啊，別使用攞那個機 rewind 手機咧，攞個頭會拍，伊講video 機嘅頭會拍。哦，แล้วก็จะ 你唔聽咧，唔夾用啊，伊講手機人打打。哦，不過有啊，咱看了嘛。特別寫伊頭誒，對，你一頭係拿手嘢，因為一邊都得，大人啊，特別頭一記出來。對，我叫有一罐嘅煮嘢出嘛。啊，對。有份堆。嗰時你被爛掉伊點樣做啊？嗰隻咱講啊，無相看嘅，say video 對黑嘅，咧，頂到我。哈，我頂到我用嘢寫就咗，我就你寫真個有人寫喎。對。不 because 伊是香嘅嘛，alcohol 嘅嘛，哈，唔使少酒精嘅嘛，哈，伊是你在頂到我較高增嘅寫法啦。我唔知老媽聽過，就是你頂到嘅是有較 modern 嘅是你放一個碟入去，你伊一個碟入面有咧炒嘅咧一個，然後伊搞你寫一碟。對，加。哈，啊是，你使點，但無伊水落去本係伊邊啊有一個坑咧點水。特別我較高增嘅是啦。嚇咩 ？VCD 講啊 VCD 啊。哦 VCD 特別寫頭。audio CD 啊。唔是 CD 啦，碟啦 ，cassette 啦。cassette 啊，audio CD 本會使本 audio CD。audio CD 本有黑啊。CD 下底有一個 brush 嘅寫嚟有嘅 brush。冇，對，冇因為每個人有
等陣我講唔了個，等陣就本來我講伊係你碟起條，我國政嘅時我特別偷邊一時入 screw 我定面嚟講嘅，佢嚟一時你 expose 你碟起咧時，你夾一支你棉花棒啊，你切魚啊，你自己啊，你換嗰啲你alcohol 嘢嚇，你特別 play 一但一搏，因為是啲假掉，啲假掉咧時你stop 嘅時，伊個啲烹掉個嘛，你 stop 你未使假掉時，你碟咪是嚟頭整咯，你碟嚟頭整你咪是未使平，你而家驚搖係嘛，所以你特別 play，你 stop 嘅時，伊碟慢慢拖到等於是你到夾你棉花棒下，幫到啲下邊咧，一直加咧就寫伊碟片啊，可能，該國政咯，哎呦，該國咋，該原始。我有用過下你抓字器內邊嘅下你 machine 咯，冇啊，你頭碟嘅頭，冇用抓字切啊，你好驚用抓字啊，你好驚啊！冇用抓字啦，我知啊，我知寫有個份呢嘅咋，伊用係識增加以為啊，寫熱頭咧是哦，你而家伊碟去看者，看咧嗱標無水是而家出嚟都半喺你碟者。堆喺你碟嘅，都只拍只堆嘅，拍一一誒，可能用本隻誒啦，都只係啲嘢。古仔咧就係嘅嘛，係咪電視？嚇，那古仔就係嘅嘛，電視用是拍落誒對用嘅嘛。拍落誒隻誒咧，當見冇咯，當見冇咯，你講你iPhone hang 掉講你跑。唔係唔得，係啊！頂當嘅電器嘅就 mechanical 嘅筆咯咋，mechanical 嘅筆都拍講耐，用試過見到對。當佢試啲 electronic 嘅冇啊。其實拍隻嘢嗬，上邊水啊，有囂隻拍隻嘢都其實可以用嗬。啊。啷continue講埋你電器啊，我同佢去幫助。咱講電視機都上一燒未水啦，嘛是計爸爸佢下面啲拍頭佢下啊！古仔真係在嗰個仔拍。伊下單啦，不過是好似一面啲佢下。我跟你講，冇我講下有陣時啊，當見嘅電器啊，有你電視機啊，嗬，伊有淡薄會走色，有sometimes 就是，伊成日講有一個。sometimes 有電視機唔知做咩事吼，伊個電嘅，伊電影響到係咩啊？伊會走色嘅，你講我哋款嘅問題哦。走色。伊是會拍呢係咪啊？伊唔是愛拍，特別真奇怪咯。伊成日走色。伊唔是愛拍佢走色嘅，我唔知咯，拍咧梗係走色嘅啦。客戶啊，我係走食被拍嘅，得嗰啲買插意思啊，一走個sampai啊，นั่งถึงหลังจากกลิ่นหน้าในโอก็เรียกว่าหนูโออัมหลังจะเป็นแค่อ๋อเบคว้าทำไปเอียบินนะในเบื้องหลังว่าไอ้บินนี่ไอ้บินนักยองซีบินในควันโออัมในควันโอแล้วอังก็จะแช่ในแล้วมาสิก็ไม่เยอะที่ขวายก็ไอ้ไปบินในเอปัสใช่ไหมมาจะไปซื้อหัวเอปัสเนาะ我在有拍酒好啦交食bằng西啊，搖啦。冇啦，會咩？我搞唔知你乜嘢嚟。係咪個膠？你兩個點講 ，sorry。OK， 講電視機。古邦只大 call 嘛，電視機，咁真係大隻嘛，一隻拔刀大看係第四人嘅嘛。係啦，你我就講我係處電視嘅話，就記掉有掛冚咧，梗係熟咧。แล้ว我買鎖起來，有鎖匙鎖嘅就。你無做 homework，未使開電視機，一鎖起來嘅，一鎖會叫一每一大家。我就按照古早電視機，會使鎖，當今電視機都無上條愛鎖電視機嚇，做咩事咧？當今人無電視機嘛，就第一咱睇電視機。咩電視機啊？嗱，新嘅電視機是係講係成日一個圖啊，定反正唔是咩？有一個妹啊，喏。啊，是妹嘅冚起來嘅水呢？就水嘅。要鎖匙嘅。因為如果客戶嘅我頭一粒出嚟電視機啊，我嘅 remote control 啊都有線 connection 有嘅，伊唔是 wireless 嘅，好聊都係叫。迄唔是 remote 咯，迄唔是 remote 咯。我唔。哦，伊唯一接出嚟啊！我家己冇印象，我唔捌用呢樣嘢，我唔知啊。迄個叫做哇嚇，我頭一刀嘅電視機呢咯。
喂啊講，喂啊講，我我一講，喂咩咁面？喂啊係咪佢頭先我聽冇到？我一個伊 remote control 是有一條線接掉嘅，你有條線接掉都冇 remote 啊嘛。誒，冇條線接掉應該半歲 remote 本啊，因為你在這間會嘛，這啲 sofa 會訂嘛。伊所個有一米多得到那個那個一刷拖在那個嘢。當然會有我是 antenna。嗯。當然咩 last time antenna 是特別鬥嘅去樹頂嘅嘛，樹頂馬路會較一會唔是啊？一隻拍冇風吹了歪啊，歪嘢。係啦，你特別擺嘅去樹頂嘅邊個在超過？一個我 TV3 嗰度俾另外啊 UHF 小護骨咧。啊，古仔就唔知啊，古仔。你是 last 古仔。我見冇咯。兼死啊！當然覺得是，當然覺得是日頂嘅嘛。我哋用這，你是講 satellite 啊？是。係啦，當然用頂咧嘛。回車。用頂。用啲啦，用薄嘅用啲。博勁用嘅啊！隔嚟係咪落汗啊？時隔嚟地水。我哋講你成個我要去叉柴啊！未使看電視機啊！看咩看電視機要去叉柴？佢笑你點到底嚟叉？你知啊？即係圍車電視機喎嗬，伊啊一落汗呀嗬，because 伊地水啊，所以嗬伊就到一落汗就未看了誒。難講啊！少，攞睇電視無好時就未看啊，只幕。但是就是講邊啲學嘅你你較好咯。但係落嚟面無學少會聽聽，係咪有學少會聽？沒有啊。係咪用電啊？係咪用電啊？嗰嗰啲好聊好聊。啊，當講 vibrator 啊 ，thank you。vibrator。最主要有 vibrator 啊，正。那隻雜波攞嚟雜波呢？雜波有 vibrator 嘅咩？叫叮當人講拍住城市，我講唔知安怎計笑，我唔知。其實係你按摩機啊、洗機嘅啊。唔知有一種咧，係有一種物件像是咧，像一個 Pepsi 嘅罐安尼啊，伊 Pepsi 罐阿杯，係有一種嘅物件，係咧你會使，you know。放進去了開燈的啊！放進去你，放進去你卡最坑啊！有迄物件，我自己無用 ，OK？ 我哋 clarify 的我我成講咯，會使，伊是安怎用？伊是安怎用？特別冇講啊，特別冇講。但我是無用過，我本無即個物件啦嚇，因為我免即個物件啦嚇，先 clarify 先。來講嘛。會記我什麼是，我古早讀冊嘛，你會記我到Texas 巴士嗰時你會記我。了一大頓查某誒啊，上個我會同學哩就伊人起曉啦，伊就 arrange 一個啥個 event 叫做蝦米嚇，我唔記啊，一個名唔知蝦米 sexy night 還是 ladies night 還是蝦米，了伊人就有一個 program 到這邊美國哩是一個啊賣 sex toys 嘅。哦，成個 double web party 特別 sex toy 啦。啊，這個exactly，對。然後伊就一個來你嘅 sexy double web party。然後伊人就夾個咧嘢 toys 來咗。哦，個記下來啊，是把你白物件人。白人。哦，我真係我冇看過電視機啊。我哋夾到落個了，真係呢個上個 pro 上就講啊，唔是 pro 啊。demonstrate 嗬，你看，特別成個唔是 live show 啊，我知唔是，係啦，唔是啲做，係是 demonstrate，按 demonstrate 就講。假如講即係你做嘅，即係按怎樣嘅。你下你講。然後伊度真濟項嘅咯，哇，計大機呢，我唔知做，安尼款本會用，我本真係是。No idea。等陣我問你，了我問你，特別你打包冇想喎 ，vibrator 是佢只用是安怎用嘅？用架咯，攞 vibrator 拔啲嘅事 ，thank you。伊是伊有外口嘅，不有內面嘅，伊即個是伊內面嘅是上個哇，伊嘅 shape 個有迄 dolphin beat 啊，蝦米 beat 上個
無相嘅 surface 啊。哦。smooth surface, rough surface，一個 small, medium, large。哦，錯 good 啦，你接一粒。你按照用啊，唔是放入坑了，唔是一個 control 樣啊。你個 fast, mid，個伊個 speed，個有較快、較慢、較快、較長啊。哦，成個人 massage 冇管嘅物件。就是特別無相嘅 massage 機會啦嚇。啊，哦，誒，有人用咧 massage。佢哋是叫 vibrator 啦，佢哋是叫。即係 vibrator。你真係收定。一支物件，佢哋是 vibrate 係咪？vibrate 薄薄啦。你使講㗎？vibrate 薄薄係唔是叫dildo咩？冇dildo冇電動嘅 ，vibrator 是電動。有咧 dildo 啦，冇 vibrator 嘅。有咧 dildo 啦，冇 vibrator，但係唔是隔了 dildo 冇 vibrator 特別。哦 ，dildo 就是 plastic cock 嘅啦。Yeah, correct. Actually 唔是，你用我話講，唔是，唔是塑膠嘅。塑膠。按照講啊，阿龍，塑膠是 plastic。潮令啦。塑膠。超齡唔是 rubber 超齡是 rubber。哦，OK，你是講 plastic 啊？塑膠就是塑膠啊咯。我叫塑膠。我咪塑膠咪是潮令咯，hello。塑膠。唔是塑料。塑料叫咩啫嚇？誒，古阿俊，我馬路教學路是個領嘅，你看者，係個領就是打薄用嘅啦。哦，等我去看。安怎你冇幫到啲咧？喂。我未知。哦，你叫我去背手浪啊，到啲 chat room 喂。一等你就打薄用嘅啦。對，你係接起了開電，你就係啊。等，哦，哎呦，等我去看。係索啦。OK。chat room 咪等我幫下 chat room 人看聽就咩看。按照講電器講啊 ，vibrator 嘅安尼笑。vibrator 咪是電器咯。OK， 等我俾看下，誒，就是倒水 at 話喎，倒水 at 話。我當然一粒 computer 咧，我 screen 就冇 limited 啊。就俾 donate 我俾另個 second monitor。我計值啊。你話你咁咩是你 iPad 呢？佢亂玩。啊，係咩嘢？你未用呢 iPad 嚟做？咁是咩 iPad 啊？冇我 computer run show 先。John iPad masih 電器啦，介紹 iPad 黃仔佢啦，介紹 iPad 你咪在面你，等我去看你搭波笑。我每碌定係阿 John iPad 特別係 antivirus 咯，伊virus 咯。未啊。iPhone antivirus 咯。normal computer 呀。嚇。哎呀，攞住用 iPad，主要我個住用 iPad。冇啦，你哋 advance 啊，這邊。哎呀，阿龍咩？阿龍。咩啊？你 iPad 咯，是會曉 iPad 啊？會個。啊，會個嚇，我就知。我等陣俾 iPhone 第四代，我都出嚟。講下咯。我不愛。仔咧同嘅 iPad 嘛係咱 Apple 行咩？冇好。日本會入嚟喎，而家唔知係何接喎何接啊嘅啊。จะไปกินจะไปกินเนี่ยมาอีกก็ไม่บายไอบีแก對iPhone แกว่าใจ iPhone แกใจเนอร์นี่แต่是一ปีตัวมา I แล้วเดี๋ยวตัวเลยปีอ่ะอีตัวเลย I อีตัวเลย I แล้วปีแล้วน่าจะ Apple แต่是เศษ I แล้วปีเหรอ iPhone เหรอเป็นส่วนที่ตัว I มาแล้วตรงกิมใจเนอร์ไปชุด iPad เหรอ是 I PEDA 唔是 PADA。對，我捌看過嚇。對，伊個要嚟 Japan 咩啊？唔知有影冇影？我那時候有，那冇去 try。冇上 ，of course 冇上。你就失望嘅。依個字咧是應該是馬來亞你應該是那個400幾個百塊就俾你條。你是接 Apple 嘅，你100%失望嘅，是講你用 iPhone 嘅人啦。杜輝你是會嚟用杜輝對唔對啊？對。杜輝，誒我學รู้了，我學咗隻 iPad，我本學รู้了。好啊咩？哦，OK，我去 share 個樣本啊。share。啊。阿咪，在那 iPad
iPad 哈，你叫成個係我頂住寫你啊，就寫好我看啊，係乜嘢？演得爽。我偏得算你下掉，我就是看咧，我即係就是有甲我講就啊，嚟講有甲我講about 即係 iPad 你就，然後伊咪是甲我講咧，是我就走去看，我走去看。伊 website 我到底 Twitter 伊甲我講，因為伊寫 IPED 嘛，因為我想講，我想講伊是想會寫成個偏的酸的，那些 iPad 你知啦。我仔去教授而家就是 iPad 你喎。而家我一仔呢 iPad。哦，伊查出該夾死你啊喲！哦，啊，別啦，我講條都報嘅，你是忙嘅。誒，佢一看啊，咱會聽講嚇，你Rabbit Girl 嚇，拖囡仔，查某囡仔，拖囡仔，查某嚇，拖寶嚇，拖寶係，伊甲咱講啊，伊細漢嘅時候，伊嘅爸爸係伊一粒電器嘅，就是。芭比刀做 gymnastic 嘅喎，好了哦，我真係記呢，伊成日超咧，撒，芭比刀做 gymnastic 嘅好了。嗨咯你！誒，等講到對 iPad 啊 ，iPad， 所以攏若是 iPad 咧，係甲我講落真失望啦。你即係 iPad 係第一代會好用嘅位，就是因為伊個 operating system 嘛，伊 OS 又好嘛，然後伊 screen 嗰隻 responsive 嗰隻快，所以你講你用對吧？你 software 嘅了，你把你 iPad 咁樣用 software，你今日對嘅是嘅，你可能做出來，你可能攞iPad 就是用 Android 嘅哦 ，iPad 就是用 Android 嘅。所以有可能是未歹，本來是講伊 screen 嘅事。你講下物件，就我講嘅老麥仔個未歹。Android 應該是未歹，但 of course 是未 ，of course 是未你接你辦機會得是無好啦，報嘅咯。誒，John 啊 ，John，你每話講啊？對 iPad 係 free 上個 iPhone 咯。較少，你 iPhone 做咩是 free？你 iPhone 是唔是用 3G？你知咩做 free 咯？我超架帶，我ไป看 homepage 就點寫是，但是有啲 homepage 嘢檔啊，take time to download 嘛，對唔對？我未胡我冚咩看白你啊，我都去訂白你。特別你是用 3G 還是 3GS？3GS 啦。哦 3GS 啊 ，3GS 乜嘢版啊？乜嘢 free 啊？一講版我超架帶，我未胡，我俾成個 magic 安尼看連開就連看。哦，我用嘅 J3GS 冇 miss freeze，冇講常 freeze。你話聽啦，John。嚇，喲，寫字啊，你。不要叫我開掉聽。嚇，所以你是講你iPad 啦，你唔係 iPad 有常 freezable，iPad 較快。特別我按照解釋咧，我感覺到 iPad 我是按怎用嘅就 iPad 我是叫嚟 check email 咯，叫嚟看去 web 位咯，去 website 看冇上 website 咯，然後加看 YouTube。呢邊條 virus 咩咗嗱？未。那未成日講 type document 啊，係咪啊？你嗰陣時未嘅下本，你成日拍字。成日 computer 係咩？特別冇完全嚟代替 computer 啦。你 still 特別有 computer，特別我只前面嘅咧，我頂當時我咪是叫 computer 去做工咯。當然我冇叫 computer 去做工，我可能叫我 iPad 去做工咧。然後我隻 email 後面咪叫嘅咧，我成日拍字，但係做 even 做你成個 Excel 你看咧，我咪俾伊 software 叫做 numbers 嘛，我係叫俾你 software 嚟做成個 Excel，你看到做小咪咪叫咩做？哦，你講咪是好？好，特別咩？嚇講，特別你學話嘅啊！我係 notebook 啊，嗬，本是 touch screen 嘅。特別冇你好嘛，是 OS。你一杯字落嚟咧，嗬，你成日變一個筆啊，你款起嘅。是啦，特別你字落嚟。你看，嗰啲人，係一種 touch screen 都筆到隻股啊嘛，是講伊 software，伊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 無好嘅時嘛，所以用啊就冇咪損啊，你就用冇咪損咯。有當時係冇咪損是嘅啦。嚇，但 iPad 是真正損嘅，真正俗嘅。然後我成日我看我嘅垃圾頭時，我哋去先看，我佢有得看。啷看到，啷到啲即係
特別無咩濟人，特別咱到底迄個網頁會看到，我就開互人看哦。網頁會看到我誒即網頁個 delay 呢，個 lag 呢，錄講會，誒，等下我 calendar 好了。June 2001，2010。一個 weekly，你看那個幾好呢，幾好。我嘅時間咧，我講嘅我頂到時我是用一粒即 computer laptop แล้ว除個有一粒desktop 嘅嘛。我 desktop 嘅 laptop 嘅背起啊，後我買一粒較好嘅laptop 咧，後當然去做嗰陣時，間嚟用我 iPad 咧，我冇用我 desktop。我用 desktop 是，我 laptop 是正要做即係當今啊做。錄音咪是我夠用，還是做即係做緊 edit 物件，還是做 animation 嘅時我夠用我 computer。那平時較就是用我 iPhone กับ我 iPad 啦。嗱，我係咪叫冇嘢咧？關係 iPad 嚇。特別我同你講嚇，我用 iPhone 我感覺到幾好用呢。係啦，係咪叫好用咧？順一個咩就順一個咩，แล้วก็แบบกี่อีก keypad 啊嗬 sensitive。哦。แล้วแต่มีกันไหมจะ比咧Vivi 啊。mình nói part message是大家超衰喎，喲，大家超衰喎。做咩衰？你自首哇了嘛？唔知伊自首哇個堂課大個哦係犀利。哦嚇。你是定日本人嘅？哦，日本那個日本那個如果日本那一直嚟我哋講意思係嚟字一個個了 north south east west 冇上字嘅。哦。阿毛係 word by word。特別你使 continue 拍嘅嘛？你 continue 拍要 automatically correct 你嘅嘛？冇字。你免特大字嘅，你就。我是個華語用寫嘅。哦，用哈。特別以前好一部就是，然後咱handphone 就係是，成講日本人伊 send SMS 我就唔知伊用日本人話，我有陣時真係看袂到嘅嘛，特別用 iPhone 就特別看得到咯。哦，我是啊，成講對，成個你 computer OS 然後咯。伊無差我朋友 send SMS 用 Korean send 啊，我看袂到嘅，特別伊 send 到另外一個 iPhone 就看到啦。哦，安怎你無買 iPhone？你等 iPhone 4呀？對啦，我都成日行你講嘅，冇得佢買 iPhone 3。係咯，成個 review 話玩嚟咯。我無講人名，冇。我有佢講啊，我玩你啊，佢未打鼾呀，伊未打鼾，我玩你嘛。其實啊，之前講，你睇啲 information 了未？因個 iPhone 4咗，誒當見嘛嗬 ，iPhone 3G FaceTime 啊 ，upgrade 埋依個 system。等下一人講，本來講咩 FaceTime 下咩數 ？FaceTime 啦，嗬，我冇唔俾，伊講用 WiFi 嚟去 call 人咧，嚟看到 video 個了，伊講 is free 啦。我講一時時實個當劍人嘅 video talk 掉累嘅嘛，嗱講啦卡計貴嘛嚟看，當劍就所以用 WiFi， 當劍是 WiFi 咯。I don't 我唔知㗎啦，暫時未出我唔知㗎。應該是冇啦。如果當劍啦 3G，當劍啦 3G 啦，嗱講用 video talk 啊，啦卡人400貴別看嘛掉。但講伊是 WiFi，就我想應該是暫時冇咯。暫時是，因為嗰時是同 WiFi。其實是有可能嘅咯，就說，安怎講咧？因為我朋友喺 Korea 伊過來會找我一套的，係啦，伊喺韓國用嘅是用韓國家己嘅 internet phone 咗，就是講伊嘅 line 咧，伊嘅 signal 咧，嗬，有 WiFi 都有 line 嘅咗，所以伊有 WiFi 有 line 咧，伊今日會開一個account，開一個新嘅戶口咧，伊就用咧，伊是拍電話完全免累嘅。哦，伊來伊會，伊對咯 ，internet phone 嚟，就是講。audio 都做得到，I think video 本做得到咯，冇咁khó嘅嘛，即係物件。或者啷 test 或者啷個錄俾是啷 test 啊 ？face。哇！อันนี้ก็ตัวป่านั่นแหละไม่ได้電話เป็นนี่ตัวป่าอ๋อก็แล้วเรา用 WiFi 冇人去用อี我唔รู้嘅阿莊同點解4G 啊？係咪人講字 4G。哦，阿妹出過啦，只入4號嘅出。哦，當劍我已經出啦 ，sorry 啊，我出啦，我講日本老姨啊，日本老姨我同你講一項物件啦，你其實咧是會 control 會控制，你就安怎做？成個一個真大嘅國家啦，真偉大嘅國家啦，我大條嘅國家啦，一度就搞咯。人就講你愛買嘅話咧，嗬，你特別要有 attach 㗎，你 local 一間嘅公司去做嘅嘛，成個啲馬來西亞有可能講 Mac 嘟。伊做好咯，跟住 sell 嘟，伊去做
iPhone 唔是特定講先，也iPhone 呢，我就講 copyright 去賣 SIM 卡互人嘅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喎？แต่ก็วันจะเป็นตั้งแต่ในห้อง嚇，係啦，啲中國咧嗬，英國嘅教，因就是咧嗬，中國版嘅 iPhone 咧嗬是必須用 WiFi 啊，對，是冇 WiFi 嘅，你就是安尼理由係哦，就是安尼理由。近係使用 3G 嘅，你免使用 WiFi 嘅。除非講你去香港買，去台灣買，你買點來咧嗬，你特別想辦法去 break the code，冇你免用。哦，安尼，美國喺中國冇 WiFi 先呢？要啦。แล้ว中國咧當佢好了，就你知我人日本啊，我人嘅 handphone 啊，สังกัด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นั่นน่ะอีสังก็ตัดทีนี้大便ด้วยอ่อนคุยเต้ายังต้องคุยอ่อนจ้ะแล้วตอนกินอูเดตึงซอไอ้หลังอ่ะยังบ่ไหลซิวจ้ะยังเบสสแกนแฮนด์ตุ้ยหียังอย่าตุ้ยหีจงก็ยังคิดอ่อนอีฟอร์แมตนั่นน่ะเส้นยัง ยังโบ because สัมภาษณ์เนี่ยยังใหม่จะเป็นยังอ่อนจะคอยโบยังอย่าเบสแฮนด์โฟนตุ้ยหีคิดอ่อนนี่จ้ะอ่อนแล้วยัง用 in China ยัง change มา because วันจะเป็นนะโบสังกัดมาเลเซียในคนอย่าซิมกับให้ลูกจะ用啦แล้ววันนั้นเบมาว่าลังโซ่ที่ไรใบ provider 哦嚇對，在美國呢啦，在美國在美國肯โซ่เหรอโซ่จะใช้ยังตึงซัวหลังยังเบ้มานี่จ้ะยังเบ้ปันยังจะตุ้ยหียังตึงซัวยังคิดอ่อย format ยัง用แล้วเอ้แล้วลองแล้วมาเลเซียตัวเท่าอ๋อตัวเท่าเหลียวอ๋อมาเลเซีย是安諾門嘅โบฮะสังความปุ่นประตูมาเลเซียวัดใจก็อุลังเหรอเอวปุ่นสุดเท่าเด็กกดอยู่จากสารหลอกจะวันจะแป้งว่ามาเอวก็เพียงอย่างสิกดเล็บตัวเหี่ยวมาเลเซียยังอุบัติหลังอ่ะเอวก็เท่าอีกกดอยู่จ้ะเท่าเลยยัง just base มาเลเซียสิมกันยังหยิบเหี่ยวแล้วจ้ะโอเหลียวฮะแล้วจะเองเนี่ยจะเล่นที่中國開嘅老本事啦，你需要是你教講你先就使啦。我同你講，佢嚟顧家國度物件啦，假讀嘅。我同你講，有隻假讀物件，你聽我講死假讀物件，就是你就講你用 iPhone 嘅時啲 iTunes Store 裏面買物件嘛，對唔對？我講我講咧，我有可能崩掉，有可能裂嘅，我覺得驚嘅。有。你係 support 我嗰陣時，我講裂係點先？我走嘅啦。我走。我計，我裂。啦，六公唔是講你做，講別人做嘛，特別緊。別人做就是別人做嘅，是講你 iTunes Store 裏邊，你 Store 裏邊啊，我感覺講出來，係一兩個趣話。OK，喺 iTunes Store 裏邊，你唔是有買嗰啲格去買物件咯，成講99類嘅掛一條，跟住一個 software 落課99類嘛，對唔對咯？喺你咧嗬。中國人有裁掉啦，人去做掉是安怎做？人啲人家己嘅 eBay， 我唔係講名啦，人家己嘅係咪 .com 裏邊賣喺啲物件，係一種你是用俾佢哋格啦，是伊嘅 face value 是200塊美金嘅，特別人賣50塊人民幣，就是大概25塊ringgit。嚇！即係睇用美金200塊啊？200塊對，用價足足。伊是正啊，是用家己 generate 格嚟。你習慣用啊？特別而家嚟用啦，睇大家 Apple 唔制咩？我唔制，唔制，所以我剛剛一個 show 出來了 ，Apple 就制咯。不，特別冇啦，不可能是 Apple 人聽，有啊，還是有隻 Apple 佢哋 Apple engineer 聽人嘅邊度學緊你啊？拍低一個。我知啦，啲格我未曉啦 ，because why 嘅事是我人係我人 credit card number 入去 register 呀，所以我人俾咪咪。end of the month 一跳完嘅 credit card 就跳出來啊嘛。係啦，意思係啦，即是只，你講卡嘅多聲啦個卡，錄多好這邊。你一個講係咪電器？但係話，咱弟弟講 iPhone 呢，咁你唔記得掉到 iPhone 個白物件咧，computer 咧。我aim 掉你 iPad 嘛，要知啊，冇你 iPad。哦，係咪你每下都講每個一個，我咪攏想快俾做安怎？iPad 一款 drama。depend on 係 flash 特別看咯。當今個隻 flash 咁樣，當今你 mega video 咁樣咪 flash 咁。flash 特別看。正呵，特別熟。但是你看，希望不到人會 prepare content 買用 flash 係咯，不是可以看。HTML5 呢，就做 HTML5 是對應該較方便啊。是講見看 drama 嗬，熟啦，嗱講別看線。了特別看戲真正俗咯，看戲若是講你會看嚟講啦，看戲真正俗，你伊 screen 嘅大嘅好看。我俗伊隻 app 隻字，我哋 iPhone 嚟嘅，
啊，當叫我用一個 app 嘛，曉，我聽你了，我所當叫我第一，我感覺我講叫馬來西亞，我聽988，我點點。哦。because 我人誒Japan 啊，我人誒 handphone 啊，我人 internet 啊 ，unlimited user 嚟㗎，即係480啲可能就拍攝特人特別 join 本嘅㗎。哦。用個 unlimited 嘛，都係用我隻 file 嚟 download 或者都係14可能嘛，用個巴曉，你第一我聽988咯。แล้วลองนั่นน่ะสิก็ไม่ก็ Apple มีการได้ประหังเตียงขีเลยสังกาลังแต่ใบเบ้เลยคักกันตันในเตียงขีใช่ไหมไม่ได้เชื่อเลยใช่ไหมเตียงขีมาสิก็วิโรล่ะวิโรสินใจสิฮักกูโอ้จะไปแห่คุยถอนแห่คุยถอนฮ่าเซียนเนี่ยไปปูอายุตัดเต็มไปเขียวเซ่สิการทางข้อนะต้องกินเตียนในตู้โลกิตาสิวิโรแล้วแห่จุ้ยตัวสกี้แล้วเหรอฮ่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โรโห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อุดเต้าอุดเต้ามาสิสิต้องกินแห่สตีมไหมฮะต้องกินแห่จุ้ยฮะฮักกูล่ะในตัวไป用佢抓啫，用佢馬步用咗，馬用跳掉，誒，我有當我媽係有一個是，伊是啥隻 plastic 嘅罐，即個豆油罐，特別是 plastic 嘅，誒，伊頂面有啥個人 watering can 嘅頂面有啥冇一點一坑嘅咯，不過佢啊，阿花誒啲咧，係阿花咧嚇，我就咧一白咧一掛硬食嘅掉，我未記啊，透明嘅閃透明。被六百啲一罐呢？嚇，我什麼諗冇嘢啦，實點水呢？我係抹冇用咧，我抹用隻燈坑，而燈坑而超坑熱落去，搖，喺度搖嘅。你我家吹大呢時啊，一件燈坑係最夾嘅。哎呀！我攏聽到我離講嗰陣，我離講卡個大聲陣，喲，希望被無電器啦，無電器我就死，喺手上面做。實條索，攞條索，條索就學嘅話是很難話。係啦，小阿莫話啦，定阿龍，阿莫應該是咯，唔知咯，應該是阿莫話咯。阿莫話是 short circuit 嘛 ，short。因為香港人不講索地嘅嘛，對唔對？對，條索咯，條電啊，是意思是條索掉。แล้ว哎呀，我都冇覺得呀。แล้ว成都咧，成都，我日本嘅成都就係 in advance 嘅對。my god，成都城，咱講係咧，你日本嘅我第一架去日本是第一架係咩物件都就係電器，日本佬伊。阿咩嚟？砧板嘅四下吹嘅我是架。我係厝嘅，嗰啲 automatic 嘅好了咋，你免 Q 日本嘅喎，你當咧都劇晒。hiểu cái cái kêu chứ cái không có cái shock này quay ăn cố tàu anh cái in ít cái khát thủy này chơi họ đi khát thủy ta cái gì lúc chả cái này gì quạt thầm lại đúng không?你超面動掉就掉啦。當然韓國嘅資金本身啊，你啦，咁啊，幫西特別切嘛，你幫要按就冇特別用 tissue 嘅壓地一部靠開包。你叫你阿蹦接撈出嚟啊！你就切啫。別我講過別啦，講阿蹦淡啱即係地殼嘅講過呢別。你別你可能你別吹牆啊，吹牆前期啊嘛，呢咪是打。阿 John，喂，我對個厝咧叫你可以。哦 ，OK。即係一吹一紅吹本咗，你講打緊咗啊？要嗱，但講會都話人講嘢嘅啲heater呢，關那所以紅吹咪做紅咯。啊。吹到阿卜坑打嘅咧，本不少抌嗰陣時就我特別用少壓啲嘢咧，壓啲嚟試嘅嚟。好啦，你打啊！曉樂嘅聲，曉樂我聽到你 feedback 啊，曉樂。Hello。曉樂，你我聽到你 speaker 你冇戴 headphone。tapi tama wa milky because wa mother 爬嚟。不，我當佢你。我聽到我嘅機聲，你 computer 冇係 headphone。有咩？我聽到我嘅機聲喎。testing。OK 好啊。testing。好啊。電器。แล้วตอนนั้น講咩講一半？講日文咯，講日文。對，不，你叫你爸爸讀咁樣。唔是啦，我的確抌我講我別驚咯。你別你嘢就可以水滴出來啊！別啦，流咧走咧得嘅嘢咪別打。哎呀，撲擊落海，我會你啫。
Hello，個聲啷個掉？Hello，試下 internet 唔知有，等啲 internet 實是對起啊，個了。哎呦，試我就先啊，即係我離講卡即係，等陣我哋 call 到對樣嘅啦。等我看看 internet 通過未？係啦 ，OK，個接到對樣，當然話曬到對樣 ，OK，一同金人講 about 你 sensor 嘅開，同金我人這邊就時間啊，你咪去開，厝咪開開冚開，一 sensor 嘅，我去樓梯啊咪本來你得夾我去啊咪啊，even จำมันต้องเสียงรู้แต่คุยมือยิบกินเนี่ยอีกคนโตแล้วรู้ชุดไรแล้วไอ้สิอ่ะอีก5 second อีกกี่คำหักกี่อ่ะอ๋อไว้จริงวูอ่ะวังจริงวูฮะตัวกี้ไฮเทคตัวกี้ฮักกูไล่เต็มเสียงโบมาเดียวว่าแต่ปังด้วยไรสิตัวกี้ช่วยเต็มเท้าอ่ะก็เราช่วยกันบ้องกันไปชิวไปจีเดี๋ยวสังเกตว่าลูกคิดว่าเราคายอ่ะว่าลูกคิดว่าเราคาสีเหรอว่าตอนเราติ้งกับเราคาสีมันจะไป落樓梯咯我只見住俾樓梯坑下邊咧嚇喂樓梯可以有呢個結度㗎啦你個名講去幫看未掉嘛落樓梯แล้ววางชัวร์เป็นยังเอาไว้ก็แล้ววางแห่แต่สปอตไลท์รู้จักไว้ชัวร์โซอาแม่สิอ่ะน่ะก็หลังแกกุยอ่ะมีอีกกี่สปอตไลท์คุยอ่ะแล้วปัจจุบันกินว่าอุ่นเหนียวเล่นเหนียวกังเหนียวโบ้ต่างๆอันนี้แกกุยอ่ะมีอ่ะยังไม่โตอ่ะแช่แก้มต่างสิไอ้ห้อยโตลูกอย่าอีสปอตไลท์โตลูกต่างสิขวัญน้อยเสี่ยมเจ้าสิชัดยิบหลายสามีต่างสิขวาสิเหนียวกังเหนียวโบ้ขี้เหี่ยวเป็นแกนะก็แกหยาบ啊วิวว่าเนี่ยวิวว่า你聽到嗎未วิว我未聽到วิวว่า聲我冇聲ฝรั่งอาเมียงให้เทียนเดียววิว爸爸聽未到阿龍把你講進來แล้วก็ท่านก็มี電器แต่ว่าเราก็係 automatic 嘅電automatic เนาะค่ะ automatic 電話แล้วหากกูไอ้電話冇เลยอันเจ้าของงาน message อ่ะเหรอvoicemail บ่ทัน錄音嘅錄音冇ฮะ錄音吧บ่ทัน錄音嘅有咱當機電話個咧有錄音個影嘅ถ้ากู除個波斯卡嘅人咪卡個十八或者刀個對嘅人個除掉你你定打電話錄音是另外一粒機嘅呢，還是打差唔多電話嚟？我刀杯是另外一粒機嘅新加坡杯。喲，係咪阿龍你聲咧大聲？你輕車？我唔是我哦，咁唔是你？一樣呢？咁唔是你係自己聽到？啊，即係阿 Will 話講未聽到人喎。真係未聽到人。แล้ว不記得諗咩咩？但係講到電器就話即係你講就你就係為會處會你就係說 internet connection 係對去哦，唔係 internet 係冇對，特別攞嘅 Skype 會覺得對嘅啦係。我個就人無數標緊。แล้วก็อุตองกินแล้วก็ today ลุย咁話就講ลุย第一要緊，但係特別用嘅電器係咩物件咧？Wi-Fi 啦。哦 ，Wi-Fi 哦，high tech 啊咯。我自己冇看 drama，冇看到 drama 為師，上個睇埋維他命。你看咩 drama？係啦，都聽得到。啊，聽得到啊，聽得到啊，你啊，即係會話我聽得到。我看 drama 我對啲 Astro on Demand。哦 ，Astro on Demand 咩考慮咩？但是 Astro on Demand，但是叫你哋電腦能看咩？哦。安怎搞啊？嚟解流去係咩？我講一邊講一邊做，一邊冚起來我冇客看，我拍 private link 叫好多人看，一看我就對。哇！安尼好傻嘢出。一阿妹做啥？我馬來西亞阿妹做咧，咩就去前點都地看咧，伊就 upload 起去啊喂。哦，特別想啊 ，BB Stream 嘛是會看。咱定啦咩？BB Stream 嘛，可以人講講人補資基本。喂 ，antivirus 掃起來喎，伊直講 virus 是掃伊咪好看，我未看到 BB Stream 我發嚟。我這邊會看 BB Stream。我你是講香港嘅戲啦，TVB 嘅戲啊就。哦，我看嗰啲 TVB 嘅戲嘅了。แล้ว我都看無戲本嚟 YouTube 佢有看無戲。哦，我這新嘅聽講咩叫倒追，歡迎來邊嚟學見倒追。倒追是新椒，本來福建的新椒。一是白藤，還是鵝藤？啊，白藤還是鵝藤？什麼意思？
我講豆水嘛，潮啦，白藤鵝藤，哦，我想你唔係啊？我都想，係認真呀，啊咧我真認真，我呢個定住係真。都唔係要都唔係要參涼粉咯。豆水咧參涼飯咯，豆水，還是鵝藤還是白藤，我可以講啊。但我係要把嗰啲 reply 的話，豆水你是鵝藤還是白藤？誒，我是個隻，攏是個隻鵝藤嘅，我是個鵝藤喎。誒，我就是個鵝藤白咯。頭我，因為我想到鵝藤，我梗係知啦，當劍。啊，這裡呢？特別寶被講係啊？特別是個隻咩藤？我阿白，哦，你是個白藤。石豆水們講是白藤，你是個白藤，我是個隻鵝藤。鵝藤是較老嘅人個隻。豆水是大波雜波，豆水是大波雜波？我睇嘅雜寶係，等我一看。我睇嘅雜寶係。大波冇是標豆水講，我呢標豆水。大波來啊！伊豆水到底 chat room 沒有？阿龍我喵姐啊，嚇 OK。哇！伊嘛個隻 phone 嚟，Lady Gaga 唔啦？佢就 Lady Gaga。แล้ว豆水。你啲乜？我不多有啊，誒，看到 update 出嚟，諗講bằng晒啊咋？係禮拜，所以特別。阿 John 結著你炒飯流性嘅好，特別，妖炒飯，我想我哋話本地有物件食哎呀，我下到啲話高處站去俾佢夾堆來，所以當然冇物件食積啊，積鑊係嘛？你會講咧？誒 John 啊，當佢講電器啊，嚇電器當佢計佔啊，當佢做攞啲啊是電器，哦，嚇，咩都插電都其實係好如果如果我是節節入面啊，咱節節入面是不是即係8%是咱嘅做物件，嗰啲是靠電器呢？ 98%啊，是是哦。誒，我講聽豆水白藤是查某嚟。我就講噶啦，是我。哇，阿龍都係 expert 呢？冇，咱攰嚟睇裏面，當見暑假食白天，嗰啲是雜貨嚟喎，你看到？暑假念鵝藤，嗰啲雜貨啦，看到？微微話我是個隻鵝藤咩？是白藤？佢話食鵝藤。有啦，哦，鵝藤，咱個咧搭貨是個隻鵝藤嘅，唔知咩事嗬？夾棒嘛，因為我見隻很多個胖嘅事哦。我等個胖，哦，有一個咧鵝藤哦。嗯， no，看到？厲害厲害厲害。了啊，等陣。下台灣都未講，下台灣講，咱咪聊，咪小蛋，咱咪講你第一成個。但嘛日本佬伊講伊買當無就是 WiFi 咯，伊當叫自電器。人咧別人咧咪即個對哪一位嚇？即個跳落係啊，啊！你第一 today 啦，今日你第一要緊嘅電器係咩？灰啊，灰個紅，灰啊紅事啊！灰個紅。哦，你梗係 basic 呢？你梗係 basic 呢？你成個原始，你成原始人的呢？哎呦，搞 basic，你會想再會？關注會還是？咩關注會？關注會係咩 ？Actually，Bob 係。我唔知你講誒，係咩啊？Neon 啊？唔是 Neon 啊，你是講你叫做咩啊？係等等。哦，等等，你是叫關注會嚇 ？Fluorescent。啊 ，fluorescent 嚟啊！即係特別關注會是我聽人講關注會是到底是你白白 fluorescent 呢，還是 light bulb？阿龍 research 吹掉。關注會原子會，指揮啊，爆炸，關注會啦，OK 是會嘅紅線啊，你紅線真真係。紅字我個鼻啊，我係。aircon，我係 aircon，別打，你啊，我是別打行 aircon 呀，就住別打行 aircon。aircon 會使啦，特別紅線就好啦。哎呦，按照你來講原始人的咯，原始人。關師人，係你嘅關師人啊？冇嘛提示嘛，提示話關師人，關師哦，關師人，哎呦，你梗係關師人啊！哎
哎呦，OK，了一個呢，微微娃娃呢？你哋有幾定其實？講你冇 iPhone 嚟啊iPhone 啊，唔知啊，你驚啦，你係 aircon 還是 iPhone？係咪 iPhone 啊？我 still 係 iPhone。我成日笑條 iPhone 啊，你款嚟計爽嘅。是咯。誒，我同你講啊，一項物件啦，有時啊，唔知會使講，我 sometimes talk glasses。你成日講咁嘢。你咪哋睇隻 email 係咪啊？對咯。隻 email 比較緊嘅嘛。伊朗啲考冊啊，伊朗啲考冊啊，是喎嗬。考冊咧，嗬，咱啲監考嘛，咱無事做啊，嗬，順便睇 Facebook 啫。哦，係啦，不要緊嘛，隻呢 status 係唔係講你講Jason 啊，今天自修，老師要在 Facebook 嗰邊看 iPhone 啊 ，iPhone 看 Facebook，係你就未使啦。係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ลูกกลับมาแอร์ก้อนกันหน่อยห่างกับiPhone กลับมาเก่ง iPhone แล้วเดีย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จีบมีก็即係特別波來 aircon thank you 做下事啊喲今日做咩今日是讀劍落河咯成日都講特別我讀劍我半啦就我讀Chicago嚇我睇到嚇so 做下事啊喲特別讀劍落河㗎 OK 啦哦係咯今日咩事落河差唔多被抓咯，喲，爭回去91度。爭回抓個笑啊！係咯，對。哇！未得閒咯，冇 aircon 未啊，未。你有近 aircon 都會啦，所以你個一行然後你經你是咁樣經 aircon 啦。嚇，電 iPhone 嘅 aircon 咯，特別不是 iPhone 嘅 aircon，誒，啦，有一個咧佢貴咧，即係 chat room 嚟講人用 iPhone 啊。我看到了。iPhone 冇電筒咧，咪是係用電閘。tapi kalau kau ngnya sih lo iPhone 嘅咩你了解？就好用嗰隻哦，成個我不如搬來嘅時啊，未曉看 Chicago 嘅路啊，咁了下 Google Map。哦。會去到嗰本冇問題啊，咁啊在咁啊。除㗎啦。少。哇！咱嘅 conclusion 咧，就是講第世界嘅電器就是 iPhone 啊，嗰人。那應該 sponsor by Apple 嘅。Apple donation 嘅 India promote 嘅嘢呢就會。係咪嘅嚇？咁就俾個 iPhone 拖 promotion 咯。實際學會啦 promote 緊呢款就會。可能叫人俾飛機當係話對未變嚟講。แล้วสิเกสั่งว่าจะซื้อ iPhone แล้วสิก็จุกบ่講過呢即係龍冇講過嚇我其實是若是講我有 iPhone 應該是 iPhone 啊，但係我當然冇應該是 WiFi 咯，冇 WiFi 會死嘅咯。哦，你話咱個咧就 online 咧就 connected，咱只 online。咱個我們是 iPhone，sorry。我們是 iPhone，我是我特別朋友就個創調啊，講你有問我講，你是你俾學我用 iPhone，還是俾學我俾金500塊嚇，叫我一年裏面用8厘 phone 啊，叫我 Android 或者前妻經8厘 phone 啊，冇嗌我講買。我買我係 C，一年冇用 iPhone 我係 C。你知我 production 就 drop 就滯，我 productivity drop 就滯咗就。是哦。我對 iPhone 做隻滯物件就，係咪嘅？按照你 productivity 會 drop 咧，按照你。Because 我到要去computer 做隻滯物件，我隻滯物件 email 係咪講係 on the go，但係行掉先至做。แล้วว่าแจ้งว่ามีการ status reply email 啊มีทัก email ก็แล้วสิค่ะจะตัวที่ว่า iPhone actually I mean 講smartphone 是只這本嘛 smartphone 嘛是話你款嘅 function 我真係特別我真係冇事隔樣嘅你只冷機就所以變咗我就 slow down 我就冇 shock 我就未 shock 就買用咧就你對 shock 嗰時都靠咩用即個用就我就是咁講 iPhone 啊一物件較 neat 你就較冇咁麻煩嚇對是講 3GS 伊袂 multitasking 是一個問題。特別見到 I update 了 software 除了6月是咯。
21號。特別我家己我其實因為我家己都喺中國啊，咧我有只隻馬來西亞朋友嘛，所以我同佢用掉嘅三嘟嘅款式會係攞條格嘅，拍上 iPhone 冇。係啦，對。三嘟嘅。對。你攞你 phone line 啦。OK 啦，夠嘅啦，那隻 iPhone 嘅電器 OK 夠啦。你一時諗你禮拜過嚟再見啦嚇，感謝我哋特別嘉賓嘅了，阿龍，個有微微娃娃日本老姨，特別報加曉咯，感謝各位現場嘅聽眾嘅收聽，拜拜。拜拜。拜拜。